講到性傾向呢個咁敏感議題，唔知自己有冇性傾向嘅呢？如果有啦，咁可唔可以講啊？呢個就係 MyFree 自由自在，係由一班輕度智障人士發聲嘅平台。記得 comment、like、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撳鐘仔同埋 share 影片，仲有要 like 晒我哋自由自在嘅社交媒體啊！乜自己有可以講得自己嘅性傾向咩？非智障人士一講性傾向就講到 V 哇鬼叫，如果講埋自己有性傾向，用乜嘢令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黃標㗎？但係自己係有呢個權利講自己嘅性傾向喎，而且性傾向呢個議題獲得關注，證明呢個議題係受到重視，而且應該係要獲得大眾尊重嘅。只不過講到自己有性傾向，我就唔係太過熟書啦。不如問下佢哋點解自己有性傾向呢？頭先公仔們嘅對答，以後要求我解答呢個問題，正好就帶出咗今集知識講特殊嘅全民諗主題第三多人提及嘅主題，自己有嘅性傾向啦。而呢一個主題係自己有門都幾關心嘅議題，只不過好多時候大眾都會有所忽略，但不知不覺間成為每一個人嘅生活一部分。我自己對性傾向嘅定義就係，我自己會中意異性啦，應該要同異性結婚，同異性生育。至於性別定位方面呢，我就冇咩所謂啦，即係女士好型好豪邁，以及男士好靚呢一種嘅 style 呢，我係接受到嘅。至於我自己對跨性別嘅諗法呢，我係以尊重嘅角度嚟看待嘅，即使係異性戀、同性戀，甚至乎雙性戀都好，我都會以尊重嘅態度嚟看待。其實我想講嘅就係頭先我所講，我自己會中意異性，應該要同異性結婚，同異性生育，已經算係性傾向以及跨性別諗法嘅一部分。只不過大眾就將性傾向以及跨性別當作一啲好特別嘅嘢咯。之前知識講特殊其中一集我都分享過啦，我咧都提及過自己享受單身啊。咁啊，老師又問我有冇拍拖，我都係答冇啦。有時老師就會講笑話，喂，你以為我係同性傾向？不過咧，我就回答我性傾向正常。至於跨性別咯，我就冇咩特別嘅想法啦。性傾向呢一樣嘢其實係一種光譜嚟啦，對我嚟講，近年啦，我係偏向雙性戀嘅，但係咧本身我都係以異性戀為主，因為我都有雙性戀嘅傾向。同性戀、雙性戀，我會係保持住開放、尊重同埋理解嘅態度，唔會去排斥。至於跨性別呢一樣嘢呢，需要花多啲時間去慢慢釐清。我自己都接觸過啲跨性別人士嘅，咁我都尊重佢哋嘅存在啦。我本身即係做開呢個嘅裸體藝術啦，我會係偏向陰柔啲嘅風格去展示自己。對我嚟講，裸體藝術除咗俾到我一個新嘅嘗試，就係可以點樣用新嘅角度去展示男性嘅美感之外啦，喺我嘅社交圈子上面，我都反而接觸多咗一啲有跨性別人士嘅人體藝術從業員。無論乜嘢嘅性別，甚至乎佢係咪跨性別都好，我哋係用一個平等非色情嘅目光去欣賞同尊重佢哋唔同性別、唔同特質嘅身體。至於去到性傾向嗰方面呢，我認為係冇相關嘅。反而喺個性別定型方面呢，我就認為所謂嘅美感係咪有一個特定嘅方式去展示出嚟呢？呢個可以值得去諗。男性係咪一定要好剛強？女性係咪一定要好柔弱？定係我覺得無分男女，大家都要做到剛柔並重，呢個先係最符合人原始真心理特質。即係有啲做咗阿媽嘅嗰啲女性，佢都會係為母則剛㗎；男性佢都一樣可以溫柔，都唔出奇㗎。所以其實人嘅特質可以係冇任何特定嘅限制嘅。自己有同非智障大眾一樣，都對性傾向以及跨性別有所諗法，只不過係好少講出嚟嘅。更加唔好提呢個議題啦，講就唔會講出嚟嘅，但行動呢就最為誠實啦。我自己喺特殊學校嘅中學時期，適逢斷背山上映而帶動熱潮，有兩位當時嘅師兄以斷背山作為參考製作一套短劇，而當時老師都冇阻止兩位師兄創作呢套短劇，更喺全校師生演出，
演出後卻獲得師生們嘅掌聲。喺當時嚟講，雖然性傾向以及跨性別議題冇而家咁 hit，但係老師都以尊重嘅態度嚟看待。比咗而家，唉，我都講唔到落去啦。呢個議題咧，對於自己有嘅社群嚟講咧，真係都比較遙遠啊！我認識嗰啲成年自己有朋友啦嘅性取向都係中意女性，甚至有啲係結咗婚生細路添啊！我認為自閉人士同埋大眾對於跨性別或者性傾向嗰個睇法分別唔大，一樣都係咁兩極化。有一啲自閉人士佢會更反對同性戀啊、雙性戀啊，或者對跨性別冇咁支持啊咁樣。但係亦都可能有一啲自閉人士對於嗰一個性傾向、同性戀或者雙性戀，佢一樣都係咁開放，又唔出奇嘅。或者有啲跨性別人士佢本身都有自閉特質，亦都可能有相同諗法喺性別議題上面。所以自閉人士點樣諗同埋大眾點樣諗，冇一個明顯嘅分別。有嘅分別就係佢嘅立場，支持定唔支持咁解。講到照顧者點睇自己有性傾向以及跨性別，照顧者對自己有嘅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嘅心態就係：喂，佢哋係智力障礙嘅喎，係唔會諗到呢啲嘢嘅。如果佢真係諗出嚟呢，我都唔知點答好啦。簡單嚟講，照顧者預咗自己有因智力問題而唔會諗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嘅。如果佢哋真係諗出嚟呢，唔知點應對。再者，照顧者自己對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嘅諗法，都係影響自己有對性傾向以及跨性別諗法嘅重要一環。其實我想講就係呢，有位自己有照顧者對嘅 style 好有微言啊。姑勿論咁樣評價法啱唔啱，反而係帶出咗性別定型呢個議題，係真係好影響一個人身心，甚至乎係藝術嘅發展啊！至於服務自己有同工方面，都好受自己有照顧者雙方嘅諗法嘅影響，尤其是負責自己有進行輔導嘅同工。如果自己有照顧者對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嘅諗法係好負面嘅，佢哋就會向自己有進行輔導嘅時候，就會灌輸自己有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嘅諗法咧係唔啱㗎。其實我想講嘅就係，你哋同異性拍拖、結婚生仔已經係性傾向嘅一部分，只係不可宣之於口。如果對自己有灌輸自己有性傾向以及跨性別諗法係錯嘅做法，好唔認同，佢哋就會長嘢唔講唔做。因為如果堅持向照顧者講自己有性傾向以及跨性別諗法應該受到尊重，就有機會得罪一班照顧者。總括而言，照顧者以及服務自己有同工點睇自己有性傾向以及跨性別諗法就係一係唔講唔做，一做就自己有自己嘅性傾向以及跨性別諗法，妖魔化。都係嗰句啦，呢個議題咧，對於自己有社群嚟講咧，真係比較遙遠，所以我都一直冇特別問到照顧者同埋服務自己有嘅同工對於跨性別同埋性傾向呢一方面嘅睇法，咁就唔好意思啦，呢塊嘢我真係唔係好好咁樣回答啦。現時社區點樣處理自己有性傾向以及跨性別議題嘅呢？係冇嘅，不論係特殊學校抑或康復單位，係冇專門平台去講同埋研究自己有嘅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呢個議題。最多有家計會向自己有去講同埋研究性教育咯。更何況非殘疾大眾講性傾向以及跨性別議題，都可以講到 V 哇鬼叫，自己有嘅性傾向以及跨性別議題呢，就更加唔會有人注意到咯。特殊學校嘅性教育咧，就淨係着重啲保護自己部位啊，最多咧就教人嘅成長階段啊、第二性徵啊、男女之間性行為啊、精子卵子結合啊，呢啲比較基本嘅性知識。對於性傾向啊、跨性別嘅議題咧，就真係唔會教嘅。咁啊，如果喺社會上講到最激烈嘅討論，都要講到咧同性婚姻合法化呢樣嘢啦。當時我記得立法會有舉辦過公聽會，收集過唔同人士嘅意見嘅，但係以我所知咧，都係冇自己有討論相關嘅議題啦。咁而大眾對於呢個話題嘅知識咧，都比較模糊，咁我都唔係知好多嘅咋。
其實社區方面點樣去處理性傾向、跨性別議題，包括自己有啦、自閉症人士啦，或者大眾啦，都係好受社交媒體、電子傳媒或者其他社會輿論所影響，依然都係好兩極嘅。其實係冇呢一個共識㗎，反對嘅就係反對，支持嘅就係支持。我自己以認真期望照顧者以及服務自己有同工，以尊重嘅方式對待自己有嘅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嘅諗法。如果自己有對性傾向以及跨性別有所諗法，應該以尊重同埋教導嘅方式，令自己有對性傾向以及跨性別議題係得到尊重，以及令佢哋學識性傾向以及跨性別議題係正常不過嘅事。我自己最不能容忍嘅就係咧，就將自己有嘅性傾向同埋跨性別議題妖魔化，就好似剛才提及有位自己有嘅照顧者對嘅 style 有所微言，呢個係一個對自己有以至服務自己有同工樹立好壞嘅榜樣。其實其他照顧者咧，如果有位照顧者有呢一個諗法咧，真係要提一提佢咧，以尊重方式對待自己有嘅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嘅諗法。唔好將自己有嘅性傾向同埋跨性別議題妖魔化。雖然性傾向同埋跨性別呢一個議題咧，對於自己友嚟講咧比較遙遠，但倘若身邊真係有自己友係同性傾向，又或者咧係想做跨性別人士，都應該要尊重嘅。我認為照顧者同埋同工先有呢一個嘅尊重啦，同埋都要審慎啲去處理呢一個嘅議題。始終現時咧，即係呢方面嗰個爭議啦，全世界都係好兩極化㗎啦。咁啊，點樣去有更好嘅處理方式咧？要去慎重咁樣慢慢去揾方法。同上一段類似，都係以尊重嘅方式對待自己有嘅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嘅諗法，以及唔好將自己有對性傾向同埋跨性別嘅議題魔化。咁啊，要知道咧，社會上咧有各式各樣嘅人啦，任何性傾向或者殘疾類別嘅人咧，都要給予尊重啦。就唔好話，哎呀，因為佢哋同性啊或者跨性別啊，就俾一個差別嘅對待佢哋啦。我認為大眾唔需要點樣去區分自閉人士自己有同埋大眾喺性傾向方面係有啲咩分別，因為始終自己有同埋自閉朋友佢哋嗰個性傾向同大眾現時兩極化嗰個傾向咧，其實都一樣冇分別嘅。期望自己有自己以平常心以及正向嘅方式看待自己有嘅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嘅議題，而性傾向以及跨性別議題一啲唔羞恥。自己有係有權公開自己嘅性傾向同埋跨性別嘅身份嘅，亦都可以選擇唔公開。始終性傾向或者跨性別咧，自己可以選擇嘅。不過咧，大眾仍然對於呢方面嘅認知啊，同智障議題一樣，都係貧乏嘅。所以如果選擇公開呢類身份，就應該多啲分享，咁就俾大眾知道更加多啦。我認為大家係要尊重雙方嘅立場，無論係贊成定係反對，都互相尊重佢哋嘅諗法，或者多啲企喺佢哋嘅角度去諗，減少個衝突同紛爭。期望社區多啲琴合自己有嘅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嘅議題，令到自己有其照顧者以及服務自己有同工正視自己有嘅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嘅議題，並迫使佢哋合而認識以及對待自己有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嘅議題，令自己有更有勇敢地講出自己對自己有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嘅諗法。如果自己有公開自己有不同性傾向或者跨性別嘅身份咧，咁啊應該給予尊重。咁始終咧，佢哋都係社會嘅一份子，一樣咧就為社會作出貢獻嘅。唔應該咧就因為佢哋不同性向啊或者去跨性別咧嘅身份咧，就排除喺社區外邊啦。同我頭先所講，大眾點樣去處理自閉人士自己有嗰個性傾向嗰個性別議題方面，方向都一樣嘅，唔需要區分究竟自閉症同非自閉症喺呢方面嘅立場係點樣諗，前提就係做咗尊重先。嚟到總結啦，今集知識講特殊，講自己有點睇性傾向以及跨性別，目的就令到自己有自己、照顧者、同工以至非殘疾大眾正視自己有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呢一個咁特別嘅議題。各持份者點睇自己有對性傾向、跨性別以及其經歷，正如剛才期望自己有以平常心以及正向方式看待自己有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呢個議題，
而照顧者、童工以及非殘疾大眾更加以尊重嘅方式對待，以及唔好將自己有性傾向以及跨性別議題妖魔化。如果睇緊嘅你想分享有關自己有對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呢一個議題呢，歡迎去我哋各社交媒體留言嚟回應我哋啦。原來自己有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嘅議題真係好重意識嘅。係啊，如果嬌嬌同埋阿 Sam 唔講，都唔知道原來自己有自己照顧者、童工都係咁對性傾向同埋跨性別呢個議題噶。但係嬌嬌講負責向自己有進行輔導嘅童工對自己有嘅性傾向以及跨性別議題真係好受照顧者相關諗法影響，結果照顧者會對自己有嘅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嘅議題妖魔化，真係令到我好驚訝啊！哇，咁都得，唔怪得知朝朝咁嬲豬，叫大家唔好將呢個議題妖魔化啦。而且正如嬌嬌所講，就係同異性拍拖、結婚、生日都係性傾向一種，因此大家以平常心以及正向嘅方法嚟看待，合宜處理自己有性傾向以及跨性別議題係好重要嘅。當然啦，呢個議題喺社區多啲人提起，係有助令持份者正視自己有性傾向以及跨性別嘅議題。所以大家要記住，不論係咪殘疾人士，性傾向以及跨性別議題唔單止係正常不過嘅事，而且係人生嘅一部分。大家要記住噶，知唔知道？最後，我哋自由自在第一次多謝各位參與全民兩主題活動。全民兩主題活動3個嘅主題已經全數講晒啦，唔知下一集知識講特殊講乜嘢呢？咁就要留意下一集知識講特殊啦。自由飛翔，自在樂活 ，MyFree 自由自在。記得 comment、like、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撳鐘仔同埋 share 影片，仲有要 like 晒我哋自由自在嘅社交媒體啊！